那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，有一台白色的轿车要驶到南投日月潭的半路，引擎挂庆白烟，停车无偌久，规台车就导火烧起来了。车顶4个人惊吓逃命，初步研判应该是车辆老旧，引发着火烧车。 白色轿车规台拢烧起来，黑色浓烟和火焰，互往来车辆全部拢闪甲真远。消防人员一到，马上用水线来灌救，无几分钟就把火势控制掉。这台白色轿车对头车开往日月潭，伫半路女驾驶就发现车敢若无啥正常。在开车的途中先闻到异味，然后看到有浓烟起火。 然后他们发现他们的刹车失灵，车一停落就导火开始烧，白色轿车头前的车身互烧甲敢若剩骨架。警察调查，这台轿车的车龄有17年，敢若是线路伤久，油流出来才引发火烧车。初步的研判应该是管路的油料有做泄漏，然后滴落到进气歧管，导致引擎室起火。 车顶的4个人拢是朋友，因对南部开车来日月潭佚佗，却拄着火烧车的意外。专家表示，引擎挂庆烟可能是冷却水，或者是线路故障所引起的。较老的车若是定定驶弯曲的路线，或者是长时间引擎运转的时间伤长，就更加应该加强保养，避免危险。